再来看，这是台中市政府啊，台中市今年再一次举办全球极限体能更替大赛，总奖金超过100万台票，这是亚洲上悬的纪录，所以吸引了10几个国家的好手啊来台中拼看卖啊，啥物人较厉害咧？ 选手明明之间伫咧做春练体操，准备和各国选手拼关系。2005全球极限体能更替比赛，伫咧台中市政府头前的广场开赛，请来自国内外差不多2500位精英选手来参加比赛。我觉得最难是跑步，跑步真的很喘。要做项目，要做跑步，就有重训也有有氧的。这一边的极限体能更替比赛，现场的场面办甲真。 请赢个热烈，嘛全面提升台中伫咧国际体能运动领域的能见度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，世界各国的好手，包括呢俄罗斯、日本、韩国、香港、菲律宾等国的好手哈，这次呢都齐聚台中啊。 除了专业的赛事，嘛规划适合无共年龄层的运动体验区，让市民朋友伫咧安全的环境体验多元运动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